首先同你講下天后呢個區，喺銅鑼灣隔籬，附近有維多利亞公園同香港中央圖書館，休閒同學習氣氛都好濃厚，生活節奏比銅鑼灣核心商圈相對休閒啲，係好受年輕上班族同學生歡迎嘅地段。而家為你介紹一個罕有放售嘅天后學生宿舍投資項目。物業坐落香港天后清風街17號全幢，屬於整棟物業出售，位置貼近銅鑼灣，坐享成熟，商住配套。物業由地下至9樓組成，地下面積約875平方尺，1樓至9樓每層約480平方尺，連約128平方尺露台。現時以連租約售形式放盤。地下租予拉麵及小籠包食店，1樓至9樓由 Habit 營運，合共27間套房，租金收入穩定，總月租約285000元，項目現減價是5890萬，回報率約5.8厘。如果你想約一個坐落黃金地段，已經有穩定租客，兼具即時回報同長線升值潛力嘅整棟物業，香港天后清風街17號全幢會係一個值得認真考慮嘅優質投資機會。